又一齊做站立式普拉提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核心嘅位置同埋呼吸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手叉腰，心口向前，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拉直個身。呼氣收腹，曲腳指去側邊，腳趾尖掂地下。再呼氣，伸直隻腳，勾腳向前面打圈，腳翻原位。呢個動作除咗鍛煉核心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收緊臀部肌肉同埋大腿前面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伸展大腿後邊嘅肌肉。呢個打圈嘅動作亦都可以靈活髖關節。呼氣用力合掌，收腹，重心後移，雙腳微曲，前交叉腳。再呼氣收腹，企返起身，雙手打開，前面隻腳向側邊指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核心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手同埋下肢嘅肌肉，尤其是可以鍛煉大髀外側嘅肌肉，亦都可以訓練身體嘅平衡感。想象用力揸住個瑜伽球，呼氣將呢個瑜伽球一路碌落個肚，重心後移，雙腳會微曲，同時將一隻腳打橫晾喺大髀上面。吸氣，又想象將呢個瑜伽球碌返上嚟，隻腳放返原位。做呢個動作，除咗鍛煉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臂嘅肌肉，鍛煉髖關節嘅柔軟度。呢個動作就係承接上邊嗰個動作。呼氣，將個瑜伽球碌落個肚，收腹，一隻腳打橫放上另外一隻腳大髀嗰度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將晾喺度嗰隻腳擘開，指去側邊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呢個動作亦都係可以鍛煉手腳嘅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髖關節嘅靈活度，亦都可以增加身體嘅平衡感。呼氣緊握拳頭，用力指向腹部，收腹，重心後移，雙腳會微曲。再呼氣，將個拳頭用力指向側邊，轉身2次。吸氣，遞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。再呼氣，重複頭先嘅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手腳嘅肌肉之外，主要就係鍛煉核心肌肉，尤其是係側腰嘅肌肉。曲手踭放喺頭後邊，拉直個身。呼氣收腹，一邊手腳向側邊指2次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然後重複動作。做呢個動作，除咗可以鍛煉腹部嘅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打開膊頭，改善圓肩。呢個收腹動作主要係鍛煉兩側腰嘅肌肉，同時亦都鍛煉手腳外側嘅肌肉。呢個動作亦都可以訓練身體嘅平衡感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